味全龙欲重返中华职棒，鼎新集团3董魏英冲今天与中职会长吴志阳正式会面，表达加盟中职决心，并请托吴志阳促成拜会4支中职球团领队，让味全龙再现。鼎新集团欲以味全龙名字重返中华职棒，农历年前就有动作，中职也持续协助鼎新撰写加盟企划书。魏英冲今天正式与吴志阳会面，谈起自小就热爱棒球的往事，回忆小时候即使眼睛感染结膜炎，仍会半夜爬起来抱着黑白电视机，和兄弟姐妹们一起收看卫星转播的威廉波特少棒赛，那种感动现在都还记忆深刻。魏英冲透露，2012年就曾想重返职棒，2016年遇到人生最低潮的时刻，但思思念念的仍是最爱的棒球梦。他先推动接棒未来基层棒球公益计划，认养了中台湾共21所学校，赞助3年球衣、球具设备和基础棒球教育训练，进一步更推动接棒未来追梦工程计划，让青少棒国中球员也有机会到日本念高中打棒球，一圆甲子园梦。魏英冲表示，中职维持4队规模已超过10年，希望新球队的加入可以活络职棒赛事。鼎新目前已成立职业棒球筹备处，邀请味全龙前领队任中杰担任资深顾问，希望领队、总教练人选在3月底、4月时能到位，并要求团队积极评估在彰化设立球队基地的可能性。